台中市政府第3摆甲台中火力发电厂罚900万，这回也剔除因2号机、3号机的操作牌照。对越南来的地瓜像罐头，防业着非洲猪这病毒，也要求讲爱全部落市。本地伫咧27要发射火箭的振兴科技公司，因也准备一个火箭，要讲予在地民众了解化解疑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接落来，咱来看台中市的新闻。台中市政府针对着台中火力发电厂使用涂炭超过核定的1104万吨的标准，也已经甲因第3摆罚900万咯。也废除因火力发电厂2号机、3号机的操作许可证，也禁止因使用涂炭。不过，台电也拍算讲要提起行政救济。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表示，发电袂当真做是政治的课字啊。25日天，台中市政府正式宣布废止中火23号机组固定固氧源操作许可证，还有涂炭使用的许可证。3次稽查，符合情节重大，我们也就依法做出这个废止2张许可证。我们一切都是依法来处置。台中市环保局针对这个月23查到中火继续伫烧涂炭来发电，已经违反台中市管制涂炭驻地条例，1104万吨的禁放，早起是开出900万的罚金，而且做出明年1月7日开始废止2只上旧机组的许可证。台中市环保局长表示，就算讲伫咧台电提出行政救济期间，依法嘛袂当来使用，而且伫咧未来台中市嘛袂搁来核发新的涂炭使用许可证，意思就是讲这2只机组以后就是无法度搁来使用。2号跟3号机的操作许可证跟生灭使用许可证的话，这都是一起测，因为新的管办之后的话，这2个证也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尊重中火依法提出他行政救济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会捍卫地方制度法赋予我们地方自治的权利。而且台电的方面态度嘛是打真嘅，表示讲会采取行政救济定数，无排除伫咧未来诉讼胜诉了后，向台中市政府提出违法撤照期间的损害赔偿。台中市政府废止中火2部机组的许可证，是很明确的违法处分。台电公司会尽速采取行政救济，我们会依照处分书的要求，明年1月起将2部机组暂时停止运转。台电表示，目前10只机组除了1号、4号机年底维修，还有更新。中火伫咧秋冬空污未来进程，偏向是维持5只机组的运转，目前未有欠电的危机。现政院是透过发言人表达立场，强调讲台中市政府伫这个敏感的时阵，废止中火2只机组的运转许可，敢是要发电，无应该去互摕来当作是政治的媒介。减污或是供电是需要中央跟地方联手合作的。我们认为其实没有必要在选前这种敏感的时刻制造冲突。发电或不发电，撤照或不撤照，其实不应该被拿来当作政治筹码。针对台中市政府对中火废止许可证的裁决，环保署嘛提醒，地方政府应该注意相关事实的要件。确实依法来行政。经济部是表示，明年1月7日了后，若是中火减少2只机组的运转，可能去影响到备转率，敢是有法度达到10%以上的供电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非洲猪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5举行第15摆会议，针对着疫区国家所进口来的罐头进行采样的检验。说海外健康为越南来的甜瓜酱罐头，经过高温高压的处理，说是同款有非洲猪只病毒，也宣布讲要全部落市。这款为越南来的地瓜酱罐头被检出有非洲猪只病毒核酸。非洲猪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5举行第15摆会议，针对来自疫区的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罐头进接调剂食品采样抽验，是要到经过高温高压杀菌处理的越南地瓜酱罐头，被检出正做第一例有非洲猪只病毒的进口罐头。其他的同样来自这家相同的制造厂，其他批次还在有效期限的，那我们也清查后，那除了要求业者要去做一个整个自主清查下架之外，那我们现在目前也卫生局全面在做一个市面的抽验。食药署除了要求马上回收529罐，也宣布限制越南相关肉制品进口。另外，菲律宾、南韩也有猪肉罐头相关制品，分别要求附挂风证明了后才能进口。烦恼外界惊吓，风险局强调，罐头残留的病毒对人体无疫病传播风险。罐头会出问题，主要原因是无做好食品原料来源控管。另外，因应春节期间大量旅客出入境，
可能会走私春节礼品、喇叭火腿延长风险上悬，会环保会协助加强春节防疫，疫境进前会加强宣导旅客，也启动调整手外行李的电工检查。我们食药署跟环检局会针对包括中国、越南还有印尼这几个我们新住民比较多的，在这个期间里面携带的这个弱制品，那我们也全部的会去来加强整个的这一个检查的工作。应变中心点名有448人是高风险人士，主要是伫台湾经营市场，高往来非洲地这一块国家，或者是伫中国越南有设厂经营跳舞市地业，已经通报移民署联络民航局，将压制高风险旅客进出动态，提醒因回国唔通马上进入机场，则未带病毒危害地者。明年春节进前会完成用品市地场的查核，未来也是法提悬对违规市地后的处罚，防止防疫出现漏洞。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报一条好消息，互您知：苏花公路要通车咯！苏花公路的改善工程在明年正月初6会全线通车。未来台北到花莲的时间会当减1点钟，也因为苏花改的崩坑真正多，公路总局也加强防灾演练。崩坑内底喷水条进行防灾降温演练，公路总局25举行苏花改彩线导览，伫经过9年漫长工程，宣布苏花公路改善工程要伫明年1月初6全线通车，未来为台北到花莲延省1点钟的塞车时间。苏花改通车之后，那预估我们可以去节省整个通车路段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到40分钟的一个行车时间。我们都有一个分流的一个策略。所谓分流策略，就是我们会希望尽量避免南向或北上车大家汇集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分流，就是把南向导引到旧的台九。苏花改通车也面对第一个春节连假疏运车潮，南澳交通中心表示已经做好分流策略。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全长38.8公里，2012年3月开工，昆山路段 A 段苏澳到东澳全长9.7公里，2018年通车 B 段南澳到和平全长10公里，其中崩坑13公里，C 段河中到大清水全长9.1公里，其中崩坑7.8公里。因为苏花改真侪崩坑，区间真长，公路总局也加强防灾演练，其中真水崩坑是最后贯通的崩坑，也是全台开澳面上长的崩坑，增加真侪避难联络通道。最主要是仁水隧道，它是单孔双向的隧道。目前我们联络隧道的部分大概350就有一个联络隧道，所以它基本上的逃生距离是比较短的。苏花改初期要开放小客车、大客车，半年后准备开放大货车。另外，时段河中甲大清水的中前崩坑，限速60公里，禁止路人甲重机、机慢车。引水崩坑开放机车、脚踏车，按过限速50公里。宜兰段崩坑按算明年4月启动区间测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道1号的5杨区街道，伫新竹湖口塞车上界严重，为着要解决到这个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仔日也亲身去到现场视察，也讲到5杨区街道若是要通到苗栗的头份，这款的评估伫年底就会当完成。若准确定要来做，需要6年的时间，到时阵台北到新竹只要45分钟。为有效解决5杨高架湖口新竹塞车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竹科听区公局干部。根据资料显示，上塞所在常常是湖口甲新竹系统交流道部分，所以5杨确定延伸甲苗栗头份。目前规划是采用高架化，伫经过湖口营区时，配合部队设计需求，交通部规划会采用地面下卡40公尺崩坑方式通过。五杨高到头份中间，我们会分流到国道3号，这个路段，降低对于头份地区的塞车的压力。那匝道的设置点，还有刚刚讲到的68号道路，这之间的串联，我们一并都有纳入路网的一个检讨跟规划。新竹市长林志坚甲新竹县长杨文科拢亲身到场关心，乐观看待竹北到竹区之间的交通塞车应大大改善。不过苗栗县府方面指出，即马头份交流道上下班时间真塞车，未来5杨高架延伸到头份，恐加造成当地车流回堵问题更加严重。整个市民、县民还有园区交通拥塞的问题可以解决，对我们竹北到竹科之间的交通的阻塞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是希望说把那
个高架延伸到铜锣交流道，然后在中间的造小交流道也设一个造小交流道，然后疏解车潮，不要说只设到头份下，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我们头份更塞车。对苗栗县府的烦恼，林佳龙表示，虽然计划延伸重点伫头份，毋过交通部也针对国道1号甲3号交接处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做分流，目前评估未来未造成头份塞车问题。完工了后，有希望提升大新竹地区的交通效能。按算台北甲新竹只需要75分钟。记者综合报道。第二间发展火箭的真新太空科技公司，伫台东达人乡也起一个发射基地。本地伫咧日市要来发射试验的火箭，煞无甲居民沟通，引起抗争。虽然落尾因无发射火箭，不过因也准备一粒背刺1号的火箭，要邀请村民来了解这个科学实验的内容。要向南电村民展示的背刺1号太空火箭，25号中昼已经被放上发射架，也毋过被澎湖保利避免南雨，也毋过附近施工的民众兴奋伫24号暗时先翕到完整的火箭外观。他们很多工作人员在那嘛，然后他就把它慢慢用推升的把它推立直起来嘛。背刺1号太空火箭原定27号要发射到200公里高空进行试验，也毋过建造好的发射基地却事先无甲南电村民沟通，而且土地也违反农地农用规定，遭到居民全数反对暂缓发射。为了解读居民议论，振兴科技决定开放背刺1号火箭，邀请居民26号到基地参观。也毋过准备火箭的过程非常低调，也表明拜示，才对外界说明。也毋过已经吸引不少赛车经过游客停留来看。就觉得火箭很新奇，就跑来看了。你们做架设，然后再来说明，我们是容许啊。可是如果说你们要做发射动作，那个是我们已经预决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啊。背刺1号火箭高度10公尺，宽1.5公尺，起飞重量有3吨。发射前拢已经完成各项测试，也向民航局申请发射许可。也毋过即马要延到什么时阵发射也无清楚。也毋过国家研究院表示，即摆的发射无伫政府的委托项目中，太空中心也只委托一摆的发射服务，而且也无委托建造基地。也毋过振兴太空科技公司捌答应南电村民，会互这个火箭发射基地带动观光。也毋过敢会当达成，要爱全村的居民同意，并且克服土地使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是进行第2场的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总统蔡英文所提出的是经济政见，伊也表示讲，伊会启动新经济模式的发展，也以及着6大经济发展目标。韩国瑜是提出政府爱正做企业发展的加速器，主张爱签 ECFA， 也讲爱设立自由经济贸易区。另外，宋楚瑜是提出讲，伫国际情势之下，会当稳定两岸关系。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进入第2场，想要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头先发言，即届讲到执政3年的政绩，要杀经济表现，提出6大经济发展目标，嘛给伊对手韩国瑜用旧团队甲方式，安尼要安怎互台湾人民发大财？我们对未来经济成长的6个目标呢？第一，我们要强化 AIoT、AI 跟5G 的应用，将台湾打造成为亚洲高阶制造跟研发的中心。第二，我们要全力发展绿能产业，让台湾成为亚洲绿能产业的领头羊。蔡英文强调，2016年启动的新经济发展方式要杀第2个版本，嘛要落实境外资金回流。蔡英文佮提讲，韩国瑜的能源政策可能需要更较侪核电厂、核四、核五、核六，才有可能会砍住。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用废发电，但是如果重启核四，继续在台湾使用核电，才是用命发电。针对经济议题，韩国瑜是提出政府要变做企业发展的加速器，毋是经济企业的阻碍，而且佫要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要把传统外交转变做经贸外交。我们希望能够在10兆左右的规模，创建一个中华民国主权基金。你要执行豁出去人进来，这个样子，未来我们国家一夜之间会多出200多个拳头，在世界各地。韩国瑜嘛建议设自由经济贸易区，对台中甲高雄升7八，嘛要继续签 ECFA， 要甲科技引进政府，期待未来设所谓创新委员会。啊，若是教育的政策是强调讲要甲教育的自主权献给学校。我们绝对不干涉大学校长的任命，这些我们宁愿把钱花在教育，也不要把钱花在监狱。所以在教育这一块，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重视。
韩国瑜阁一再强调讲教育的三机制，宋楚瑜是在压力当中提出伊的变化当中求稳定，稳定当中求胜利。伊捌三届希望讲会当做台湾这只船的船长，毋过做无成，不离个嘛希望讲带领台湾面对世界强权。我们台湾要注意，全世界2020年将有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日本、美国这3个世界的超强。在合纵连横。宋楚瑜认为，讲两岸爱加交流，中国市场伊嘛尊重。ECFA 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机制，伊嘛批评讲过去国民党有真侪毛病，家己有信心甲经验会当稳定两岸的关系，袂成功。会坚持中立当中有春秋，春秋当中有原则，互中华民国的威势徛真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总统大选第2场的政见发表会，3位候选人除了针对家己的政见以外，也针对其他别项进行批评。那你也针对着重新启动执政组互相过招，亲民党的候选人宋楚瑜也批评那你讲是轮流执政，却拢无得负责任。台湾正在大海里面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那么韩市长却坐在浴缸里面，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海。总统政见发表会才打开始，总统蔡英文就敲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不过韩国瑜嘛甲伊吐回去，还给民进党当地败害。民进党在堕落，为什么堕落？因为你总统被架空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以身作则，而且分出善良跟邪恶的人。政治的魔兽完全控制了5院媒体网军，而变成超级的政治魔兽。这种外挂好玩吗？应该存在吗？那力互相掐拼，不过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嘛针对那力批评因两个轮流执政，却无负责任。韩国瑜阁强烈主张讲要恢复执政组，蔡英文是用当场来回应。特侦组到底成立不成立？要不要严厉惩罚贪官污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因为太重要，我必须再提醒一次。什么叫东厂？这个就是东厂。真正会干预司法的是国民党，黄世明案就是铁证，检察总长领导特侦组，而特侦组被国民党当作政争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特侦组被废掉了。我们做的各种民调都证明，人民对于司法的公信力，60%到70%人都不相信。国民党和民进党，你们就是烂兄烂弟。那像伫边仔看，宋楚瑜认为讲，那力两个拢是共款的，佮呼吁蔡英文应该家己尊责权利，尤其是硬要通过反渗透法，违反停诉正义。如果我们的总统无视于宪政分权跟民主正常运作的规范，这跟69年以前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我们要做的反渗透法说成是挑衅，说成是一种戒严的话，北京会很欣慰，但是国际社会一定会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刚才因为急着要表达一些教育、经济还有相关治国的问题，那针对反渗透法这边，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说明。反渗透法可能伫咧年底3读，宋楚瑜、韩国瑜甲蔡英文互相出步。若是国民党最近针对杨惠如网军的事件甲民进党的关系，蔡英文认为讲相关人已经提出赔回，包括区界甲外界指控拢唔免相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国台办是连续举行2场记者会，讲要来解说26条对台措施，佮讲台湾的民众会使伫中国驻外领事馆寻求因的保护。另外，对2017年开始，台湾学生要申请中国的大学的标准也放零啊，未来也会扩大上升。中国国台办也批评民进党的反渗透法是绿色恐怖。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大开民主倒车，完全置台湾民众福祉利益于不顾。口气强硬，大力批评中国国台办对民进党拼12月31日，和反渗透法3读通过，指出这明显是为了选举操作，升高两岸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正是民进党当局操弄选举的一贯套路。
国台办认为，民进党制造劣势恐怖，和民众前往中国工作、读册，也是做生意，拢非常惊吓。国家表示，中国将不介入台湾的选举。也毋过，伫批评台湾执政党的同时，国台办也释出利多，将放宽台湾学生、老师、文化工作者前往中国读册、参与活动等规范。目前已有超过12000名的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就读。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扩大招收台湾学生的院校范围，优化院校和专业布局，更好地满足台湾学生来大陆上大学的需求。中国领保中心也指出，若讲台湾民众伫海外拄到自然灾害，也是意外事故等紧急状况，也会当向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寻求保护和协助。那么去年呢，外交部以及驻外使领馆总共处理了领事保护协助案件，大概是8.5万起。那么办理各类的领事证件，大概1200万份。这里边呢，就有部分是涉及到在海外长期居住或者旅行的台湾同胞。对国台办的讲法，咱国外交部认为，以台湾的护照便利度，也有咱驻外管处的服务效率，相信民众伫海外唔免向中国申请领务服务，而且民众向中国使馆申请文件验证，若讲直接摕回国来使用，会有承认性甲适法性的问题，也爱经过陆委会、外交部等单位确认，更较无方便，所以呼吁民众需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南永康区富强路有一位500平的仓库，透早11点外熊熊大火烧，也因为内面所藏的拢是塑胶站板，一声就大火起来，乌烟蓬蓬飞。消防队员开2点外钟才甲火拍花，环保局也派人去监测空气，发现讲空气的品质可能有受到影响，也讲会详细追查情形，才决定敢要甲业者罚。大火烧掉规个区域，也个乌烟直冲天顶。现场位伫台南永康区富强路这处500平的厂房，因为放了大量的塑胶站板，帮助火势。消防队出动100多人，费了一段时间才将火拍花。我们在10点30分接报到达现场的时候，火势全面燃烧，整个厂区全面燃烧，由于大量的塑胶，所以说它火势很大，而且它隔壁有10户的一个工厂。事后清查，厂房主要用途是做仓库放物件，因为火灾现场当时也清除乌烟，烦恼影响空气品质，市府也派人监控。第一时间，现场空气品质呈现柑仔色的提醒，也测到粒状物，继续将近1点外钟。依照了风向，我们去看微型感测器跟空气盒子，它影响下风处的影响程度没有很大。这家公司它主要是一间塑胶站板的一些仓库啊。依照环保署的法规的话，仓库起火燃烧的话，依法是不能开罚的。环保局表示，火警的地点是仓库，依环保署规定，只要是边界也是仓库仓储。那规模无像大型的石化工厂，无操作不当，需要等到确认通报过程港务疏失以及导火原因，才会看情形以空污法处罚。另外，现场挖进民家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也等待火调结果厘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议会最近有一件11个议政大楼经费放冰起来案件，佮发生讲有人要联署罢免金门县议长的事件。这也是金门头一届罢免议长的提案，议长本人是无回应。其他议员表示，因所关注的是公共议题，唔是个人。金门县议会计划伫金门县金城技工湖边开10亿兴建新议政大楼，推动上出来的议长洪文典遭到捌担任8年议员的陈崇刚发动罢免，这也是金门第一件罢免县议员案。当民意代表不尊重民意的时候，那罢免就是人民唯一的武器。提议要罢免不尊重民意、违背民意的议长洪文典。也毋过，要罢免县议员，需要伫金门3个选区先处理超过1000人提案人数。第二阶段要有12700多人的联署书，最后要有29343人同意，而且同意的人数要大过无同意的人数，才会当过关。也毋过，议员对于罢免洪文典一案态度保留，强调反对的是公共议题，毋是个人。反对的是第一个，就是这个用这块地来当那个议会的大楼，联署罢免议长，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嘛。我关心的是金城镇这块绿地而已啊。民众也表示，金门金城绿地无济，技工湖边是难得的绿地，规划亲子共融公园比开10亿起议政大楼，更较有意义。
要不要花这10亿元？现在金门的财政已经算紧俏了，我们是把后代的钱，还继续花下去。民众指出，金门的财政已经真案开大钱，等于是开子孙钱，因为目前冻结的预算案也有改动的机会，未来会期恐惊也阁会出现攻防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雕，有影是真清，也就是五过鱼啦。不过最近的价销是无讲介好，比起去年同时间是逐斤减买2块到3块。农委会为着要稳定台湾雕的市场价销，也启动产销调节措施，针对着台南市、嘉义县、云林县以及着高雄市，用着逐斤25块，要收一尾有1公斤以上的台湾雕。不过，也有团体烦恼讲，政府的做法会拍乱市场机制。为鱼店掠起来台湾雕活跳跳有够青，不过今年乌鱼数量比去年多，影响台湾雕地边价销比同期6至3块，剩20至到23块左右。农委会提出收购600公克以上台湾雕，以每台斤25块补助调节产量。不过学者认为，恐惊提前打乱明年市场。我们一直觉得补助这个东西会打乱市场的机制啊，因为有些鱼本来不应该出了就出了，所以就会造成明年这个大鱼可能就会缺货。农委会这政策主要是由渔会甲产业团体向渔民买，搁由政府补贴价销，上限是1户3万台斤，目标是收800万台斤，执行2个月，或者是价销登去到每台斤25块为止。不过业界者表示，这政策对专门饲台湾雕的业者来讲，其实无啥物帮助。面积有可能是1、20公顷之外，伊的数量有可能达到20-30万斤以上。那伊1户只是收工3万斤来讲的话，其实对伊整体本身迄个大型渔民伊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比较无迄个效果出来安尼。嘉义县的部分已经有60多个渔户来登记要收购那我们也执行了4个养殖户的一个鱼只收成，那它的收成的量是达到36公吨多。台湾雕协会也表示，这卖鱼收要放倒位，假使明年佫提出来卖同款的，影响原本的市场价销，变成每年底一直循环的问题。农委会想要调节产销是好事，不过应该全面性思考，才袂互问题佫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北韩放调讲要送美国圣诞节礼物，外界也怀疑讲就是当道的飞弹。美国总统 Trump 伫24平安夜表示，无论北韩送什么大礼物，伊拢会当应付。不过，美军伫24暗时也派出4台侦察机，讲就是要甲北韩顾条条，就是要防止北韩变鬼变怪。美国总统川普24号平安夜伫佛州海鸥庄园针对记者提问，敢是会烦恼北韩当局真正送予美国野弹惊喜，发射当庭导弹。川普表示，伊一点仔拢袂烦恼，更加滚酸笑的讲，金正恩送的礼物有可能只是一个花竿仔。Maybe it's a nice present. Maybe it's a present where he sends me a beautiful vase, as opposed to a missile test. Right? I may get a vase. I may get a nice present from him. You don't know. You never know. Let's see what happens. Everybody's got surprises for me,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I handle them as they come along. 美国甲北韩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协商陷入停止，北韩日前放话，爱华府结束对平壤的敌对政策。第年底前对协商做出大让步，那么将会送出野弹礼物。北韩12月初讲伫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重大测试。外界认为，北韩有可能是伫12月31号前发射远程弹道飞弹，甚至是洲际弹道飞弹，也是金正恩将对美国采取更较强硬的态度，干扰川普的连任选战。川普几下摆试着要甲北韩交涉，包括3度甲金正恩见面，踏上北韩领土等等。不过最近却反常，真少伫做事场合讲到甲金正恩的密切关系，都是惊北韩避面影响选情。虽然川普嘴讲无烦恼北韩送礼，不过24号暗时到25号透早4架无共的美军侦察机，当时伫朝鲜半岛周边执行任务，这无平常，也凸显美国密切关注北韩对美国态度的转变。另外一方面，美国战略司令部也透过社群媒体发布影片，其中展现美国管制核武攻击的军力，包括 B-2 甲 B-52轰炸机，明显是伫咧对北韩发出警告。美军参谋联合会主席米利顶礼拜表示，美军对北韩的野事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和东京地检署特别搜查部超办公室甲服务处的日本众议员邱元书，也因为牵涉到有人甲污洗罪名，自古和地检署甲抓起来。不过检方甲伊讲，伊是接受外国厂商的污洗甲招待，要来朝度假设施相关法案，互伊真顺利。邱元书也讲，伊无要认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伫海地发生共吵架，下摆打了后，无到一礼拜，海地的非政府组织23要求智利政府爱调查因伫海地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包括着亲自鉴定。为伫智利的海地非政府组织联合召开记者会，为海地俘虏讨公道，要求智利政府运用国家司法体系，为遭受不幸的俘虏、少年查某囡仔等展开公正而且独立的调查。Justamente demandando verdad y justicia respecto a estos graves hechos, que se esclarezcan total y completamente y evitar la impunidad de estos graves crímenes. 根据联合国一份研究报告，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伫海地诱奸、性侵超过2000名的俘虏，也佫流露数百名的私刑刑期。这案件中有袂少是交易性的性行为，也都是摕真少的金钱也是实物。使俘虜也是少年查某囡仔，甲因发生性关系。Que se repare a las víctimas, particularmente a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y sus madres. Que se realice test de paternidad para el 8.7% de niños hijos de MINUSTA en Capayán. 部队成员一旦被发现甲因发生关系的女性有心，就会做着遣返。这有心的俘虏只会当将囡仔生落来家己请养，因原本就是处伫散车中，拄到这款的状况，等于是被放杀。而且非常的无助。这份报告是伫2017年的热天，针对住伫维和部队基地附近的2500名海地人进行调查，由受访者描写部队人员甲平民的不当行为。报告指出，有来自13个国家的部队成员涉案，其中上侪是巴西甲乌拉圭。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的平安暝，有人是无平安。有一个中度风台去扰乱菲律宾，害着上万人爱离开因岛去避难所过暝。另外，伫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是连续发生2层规模6.0加5.8大地震。也那智利的港口城市瓦巴莱索是发生森林大火，这个火是烧几片，也烧到人的邻家厝，也超过100多栋的厝拢去用烧了。好佳在讲，这3个国家拢无人死亡。火烧甲真旺，而且佫拖甲真紧，看起来就已经要烧到山壁顶的厝。当地居民斗3工搬水桶来拍火，去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迹的智利港口观光城市的瓦巴莱索。日是平安暝发生森林大火，上无甲120公顷的林地烧掉，还佫有100多栋的主体。居民今日会当结束耶诞庆祝，甲重要的物件炸裂撤离家园，而且佫有人是摸因厝里的狗。No hay potencia, llevando toda la casa, ahora viene acá, quita la casa a mi mamá, aquí abajo. 瓦巴莱索的人口超有33万，市长表示，为着安全，已经切断1/4用户的供电，而且出动所有的救灾消防人员来拍火。毋过，伫咧透大风，还佫温度真悬的关系，火势目前也佫无法度控制。另外一个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日是下晡发生2件地震，震央真瓦近伫咧首都波哥大以南超150公里的所在，震源深度敢若10公里。迄当阵伫咧波哥大有真侪民众伫咧厝内庆祝耶诞节，感觉腰甲真大力，雄雄公公走去室外来避难。Sí, muy fuerte, lo sentí 2 veces y cuando ya retornábamos volvió una tercera, una réplica otra vez muy fuerte.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推文表示，目前无接到任何灾害损失的报告，已经下令相关部门继续监测，做好随时救灾准备。镜头说来去菲律宾，今年第29号风台八逢，日是变强做中度风台，登陆菲律宾中部了后，向西部刷震动。上大阵风时速达到195公里，这万人伫咧避难所度过平安暝，也佫有25000多人。因为班机取消，岛船停止服务，全部哈都转去。目前八逢虽然已经变做轻度风台，毋过预计2月才会离开菲律宾，而且目前的路线甲2013年造成超过7300人死亡失踪的强烈风台海岸是真相共，互菲律宾政府毋敢放令。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的镜头看转到咱的台湾，已经过做市长5档的郭文哲，在今日透早召开记者会，讲家己这5年的施政，也针对着6都施政满意度的民调，台北市是吊车尾。郭文哲讲，民调偏韩国瑜更较低，实在是无简单。也那30敢会开始请假替民众党拼选战力。郭文哲敢若讲，首长是责任制。
就职5周年，台北市长郭文泰自认予台北市民真有感，伊一个讲伊的重要施政。但是研考会公布施政满意度调查，2015年拄就任的时阵，郭文泰的满意度有69%，去年成功连任满意度落到59%，今年阁降4个百分点。阁有一份杂志嘛公布6都市长的评比，施政表现方面，台北市上尾名，比第5名高雄市阁少4个百分点。民调做出来比韩国还低，实在是不简单的。这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民调都有，看一看。或者这样的民调其实要看全的，要看趋势的，单一民调很难判读的。对民调的结果，郭文泰敢若看甲真开，佮强调伊甘愿开时间甲政策做好，等成果出来，大家看到就知影。毋过拼市政，伊嘛要拼党政，为着带领民众党冲刺选情，有风声郭文泰要伫30请假做选。我也不太赞成整天请的，所以大部分还是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6日下班时间的。首长是责任制的，但是不用担心的。我这人做事太认真了，也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就好像那个没有壳的乌龟，你知道吗？没有政党还是个保护圈嘛。面对民进党计划伫年底进行3读通过反心套法，郭台铭讲会带团包括台商等等到立法院抗议，但是郭文泰认为爱先考虑有偌济效果。他当然可以去发动，不过重点是你发动以后有多少效果啊？这要去考虑。我没有反对那个法令的，但是我觉得是要怎么执行哦，要讲清楚。郭文泰甲郭台铭看反心套法的立场，敢若无啥共，佮亲像两个人对2020抗大选的选择，看起来有共识，煞佮出现无共款的声音，嘛，互郭台铭甲郭文泰是竞争也是合作的关系，变成选择另类的重点。记者郭灿石基文台北报道。总统候选人当日进行电视政见发表会，各阵营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无是赢。其中国民党甲新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区家是做伙批评民进党经营万军，佮点名吕秀莲、赖清德等人爱看清楚民进党。不过，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悄悄讲，区家若是有证据，早就公布啊。各老大人也写字陪因做一寡简单的运动。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以上前往统乐中心来参访，而且嘛讲真济亲民党未来统乐甲长照等等的相关政策。青年人跟银发族的人可以共居，然后这样子老人家有尊严，然后青年也得到一些舒缓。像现在有人在推动说在宅医疗，就是把医生带到家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在资源上面，我觉得政府都应该可以给更多的协助，而不是限制那么多。选前出无到1个月的时间，就伫咧各阵营总统候选人无用伫参加政见发表会的时阵，副手嘛无用伫造型定变选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发表10大所谓政策，要创造智慧交通、城镇、农村等等的城市。5G 绝对是我们将来无线还有这个网络通讯技术普及到所有都会跟城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区块链的这种加密技术、分散式的这种储存技术，可以呢让我们这个将来整个数位的架构在资料传递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更让大家放心的一个基础的技术跟环境。沿路拍招呼、扫街拜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带领党籍立委候选人进行上尾的拍拼。去互问到对手韩国瑜的市政支持满意度是尾2名，赖清德表示都用心市民的支持。如果在市政方面用心比较多，那当然可民的支持、市民的支持就会比较大。我们看韩市长在当选市长之后，花在市政的时间相对上来讲会比较小啦，因此呢，有这样的成果，我想也不令人意外。若是新党不分区立委方提名人区家，搁一届提资料，指出民进党委托南方的客局内底，除了讲到检举网军，搁讨论要安怎消灭。嘛，记得吕秀莲、赖清德、郭文泰拢是因捌锁定的目标。对这个代志，赖清德是笑笑啊，认为讲若是有证据，早就已经公布啊。选战开始到达时间，各阵营接走基站杀政策牌，不离个选民敢有要接受着在人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唔拿压力当咧拼。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第5摆拼总统大选，伊的目标是要冲破压力，伫两岸政策做安排。佮讲伊只要做一届就好，这回也甲讲各界的前辈以上做伙出来选，希望会当替伊加分。不过，敢有替伊加分的效果呢？咱来做伙来看。这场的选举是处于重振初心、
最近的一次，也是像一部电影的标题叫《终局之战》。宣布参选拍破2010项总统再选，只有拿到基政后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第5摆挑战总统选举，强调只做一任。这摆出征，宋楚瑜选择甲政治素人有功具告表自称的理想配合。以前台湾人民没有给过他机会，可是他也没有因此就放弃，他还是继续的参战。主席很想为台湾这块土地做出奉献的这个心念，让我非常的感动。回顾宋楚瑜参选记录，2000年第1摆参选总统得票率36%，超过拿下连朝配。2004年改甲国民党合作，以连宋配出征。2012年并未过前总统马英九袂了，只摕36万票。不过2016年宋齐配共157万票，这摆参选高算会冲击拿到选情。宋楚瑜阁发出杀到拿到高墙，要伫两岸问题行出无同款的路线。两岸的关系不能完全割断，这是我跟民进党的最大不同。我跟国民党的最大不同，那就是不是由买办当家，基本的政策那就是政经分离。不过小党组织党员能力甲年会，恐惊会互伊选战拍甲真辛苦。毕竟，亲民党它是一个小党，所以在目前整个选举的一个形势上，比较属于边缘化的一个现象。亲民党的一个小党的一个组织的动员能力，它的年纪上已经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度了。那基本上，年轻选票或者是一般我们讲说中青阶层的一个投票的一个族群呢，对它其实又相对陌生。学者认为，宋楚瑜参选主要是发挥家母带囝仔的力量，保卫亲民党的政治空间。因为立法院制度加上政党政治，大党较有竞争优势。以宋楚瑜为首的亲民党，要如何唤起少年人甲中间选民的期待？2020大选会是关键的一场战役。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警方抓到毒品嫌犯，向源头去查，也抓到一个34岁由少年的嫌犯带头的做毒品集团。警方也伫屏东和台南等4个所在，找到安非他命，也就是安娜，甲原料200多公斤。警方也讲，这寡毒品的市价可能会上亿。这个做毒品的集团，藏伫咧屏东盐埔的人家厝、甲台南市价场、洗车场、甲人家厝内，拢总有4窟。警方也报请屏东甲台南的地检署来指挥抓人的行动，查到安娜8公斤半，甲原料200公斤，以及着做毒品的工具，也抓到7名嫌犯。为着避免动物或车肇事意外，农委会特生中心甲民间单位合作，找出全台湾116个接发生到肇事动物的地点，也开发到全世界头一个有地点提示 App 甲保罗软体，唔那会当提醒到开车的人爱注意动物，动物甲人也拢会真安全。前方野生动物出没路段，请注意。汽车导航发出警告语音，提醒驾驶减速慢行，因为头前有野生动物出入。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甲民间单位合作，用了8年的时间汇集16万笔动物落杀实况资料，整理出全台116个危险路段，研发出全球第1个有落杀热点路段提取功能的 APP 甲导航系统，希望会当减缓动物后车肇事发生率。找到的对的人、对的厂商，然后一起合作，把它变成产品。那我们先把它落实到生活化里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展现他的爱心，然后一起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和平的共存。特生中心表示，全台动物落杀热点分类，包括较会影响用路安全的中大型哺乳类，像食肉目、灵长目等；保育类物种，像两性爬行类，短时间内会大量死亡的鹿虾甲甲巴类，以及潜在可能发生落杀威胁的路段，包括石虎、拉里、龟子麻等，当地地质拢总583种动物。很重要一个生命教育啊！我们常说这个社会进步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注重路杀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农委会强调，除了设立警示牌、动物防护围篱甲地下通道，即马更加透过 AI 人工智慧科技，设计3D 手机导航软体，提醒用路人提早解读，也是撇开动物出入的时间，唔那保护野生动物的性命，也提升所有用路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总是认为台湾的纸板碟会到南部过冬，不过伫纸板碟的身躯做记号的实验也已经进行20年啊，却都无明确的证据搬山讲会到南部来过冬。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伫这礼拜头摆伫高雄布林记录到在今年9月伫苗栗做记号的纸板碟，也证明讲南部纸板碟是北部来的，而且一只纸板碟就飞173公里。保育职工放大相片检视，每一张拢是有数十甲上百只的纸板碟，急的饲食画面。当年纸板碟柜这款废时废眼力的找找已经进行10年，今年总算有调查员发现12月2日，伫高雄茂林协的相片内有一只写着 FC922的纸板碟，是9月2日伫苗栗标放。2008以后是纸板碟协会，可是我们所有在捕获的记录都是南部往北。还没有一只是北部往南，所以这一只蝴蝶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这20年来的谜终于解开了。高雄茂林纸板碟当年11月到3月大量出现，为了厘清纸板碟这段期间去倒位记录工作已经进行20年。保管处也为18年到感谢计划，不过过去较会发现标放的纸板碟春天往北，不过从无发现寒天南迁的证据。FC922是被记录到的第一只，标放的职工已经到25年，每个月拢会伫苗栗共一个地点标放。我们1个月最少会进去1次。当然跟那个中奖一样啊，因为我们从93年开始做，就一直在做标放这件事情。那但是一直都没有北部的蝴蝶标放了之后，在南部蝶谷发现。纸板碟寿命只有6至8个月，标放工作需要当年继续，才会当一波一波较真前线的范围。因为纸板碟需要真旺的树林栖息，协会也希望政府专门以禁草补助取代臭茶造林，确保纸板碟生态无受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恒春的高山岩福德宫是国内真罕得看到的用酸乌打起的土地公庙。在今年高山岩福德宫的八公仔也讲要送予民众金元宝甲食平安宴的活动，予大家食平安好过年。地瓜帽坐灵椅，互人叫做是台湾本土上介老的土地公，就供伫咧台湾上南边屏东恒春高山岩顶的福德宫。因为高山岩的旧名号做关山，所以又搁叫做关山福德宫，是台湾真罕见用酸乌打岩所起的土地公庙，到大已经有380年的历史啊。福德宫后壁的景致是真水，讲会使看到全世界上介水的黄昏，也是南台湾北景其中之一。真侪信众来遮参拜，就拢会顺路来遮欣赏日头落山的美景。屏东县政府希望结合宗教甲观光，带动地方发展。一方面可以在宗教信仰上面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另外也可以促进恒春半岛的观光，所以县政府对这个活动是乐观其成的，希望这个土地公的财气跟好运可以分享给来这个恒春半岛观光的人。今年高山岩福德宫举办色照关山、福佑安康的活动，要伫咧年底送民众迎接鸟鼠年的金元宝。希望土地公祖啊，众信遍于各地，神威加持，继续保佑俺大家恒春高山岩福德宫更加兴，香火更加旺。大家财运更加发。送金元宝的活动会伫咧年底到元旦免费赠送，庙方也会伫咧初1、初2传衣啊，要互民众食平安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逐日拢有35人因为肝病来过身。推测肝病治疗40多年的柯金川医师，这25年来带同事甲义工，台湾是走透透，举办上百场的肝病防治讲座，也替60万的民众做免费体检。今年吴尊贤爱心奖甲公益服务奖颁发予伊，已经72岁柯医师也讲，要为正人继续拍拼。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专业力量，来让病人感到温馨、信心、爱心的一个医病场所。来，个竖起来开来，你看个真水咯。
人称柯 P 柯教授，这个柯金川医师，1978年利用超音波做肝癌早期发现的研究，会使讲是国内头一人研究肝病投入肝病医疗工课40多年。柯 P 讲，伊受到温书也是肝癌风地的前辈者宋水老教授的影响真深。超音波对台湾特多的肝病，尤其肝硬化、肝癌非常有帮忙。所以在消化次专科的时候呢，就是在宋教授还有那个陈定基教授的指导下，做这个肝癌早期发现的工作。在台湾，差不多每天有35人因为肝病不幸过往。十大癌症的死亡率排行中，肝癌佫较捌排伫咧头一位。为着消灭国病，柯 P 向企业界募款，汇集各界的爱心，成立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甲好心肝基金会，也佫有问诊中心。团队的拍拼，即阵嘛看到成果。在我们基金会成立25年前，那时候肝癌是这个癌症男女加起来癌症的第一位。好，现在大概是变成最近几年变成第2位或第3位，所以这个就是全民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基金会也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哈。除了医疗方面，它好像还有那种宗教家的那种慈悲的心怀。然后他对基金会的管理呢，又好像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断的在台湾全省这样去做肝病的衰减，就是造福了很多这个中下层的这些老百姓的。这25年来，柯 P 进行肝病防治的演讲，要过700场，免费替40万外人进行肝癌的体检。有一个 B 型肝癌带源的朋友，厝内底有10外个亲人因为肝病不幸过身，讲到柯 P， 言语中拢是感谢。他把病人所有的痛当成自己的痛，他能够感受病人的那一种无奈跟惊慌。对。今年吴尊贤爱心奖、公益服务奖颁予柯金川医师。柯 P 表示，国内到大也佫有要我160万 B 型肝癌的带源者，也佫50万慢性 C 型肝癌的患者。伊讲也佫有真侪工课也未做，未来希望会使成立肝病医学中心，伊要继续用各种方法守护国民的健康。记者洪敏珍、陈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4度，也佫有未来3天的气象。想要飞是人类的梦想。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中国看人伫咧天顶飞。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再同一时间再会。